上禮拜我睇咗一部好有趣嘅影片，內容其實好簡單。有一日，一位盲人坐咗路邊乞討，佢嘅身旁放住一塊紙板，上面寫住我睇唔見，請幫幫我。路人來來往往，偶爾有人抌低一枚硬幣，但更多人只係匆匆走過，好似冇睇見一樣。呢個時候，一位穿住黑色鞋子嘅女人停咗落嚟，佢冇立刻掏錢，亦都冇對盲人講乜嘢大道理，只係掹落嚟，將紙板攞起嚟，翻到背面，重新寫咗幾個字，接住安靜咁離開。冇幾耐，奇妙嘅事發生咗，路人開始一個接一個投下硬幣，甚至有人停下腳步多睇一眼。盲人嘅杯子好快就裝滿咗，佢好困惑，忍唔住問剛剛嗰位女人到底改咗乜嘢？答案係，女人把原本嗰句我睇唔見，請幫幫我改成咗今日係個美麗嘅一日，可惜我睇唔到。同樣係喺表達需求，效果卻完全不同。前一句似係喺提出請求，後一句似係喺分享一個處境。前一句讓人知道你需要幫忙，後一句讓人瞬間走進你嘅世界，感覺到你正在失去乜嘢。表面上呢故事喺度講文字嘅力量，但係如果你多諗一層，佢其實喺度提醒我哋另一件更重要亦更常被忽略嘅事。重點唔係你有冇將需求講出口，而係你有冇讓對方理解你正在經歷嘅感受。因為人願意付出，好多時候唔係因為被要求，而係因為被觸動。唔係因為你把道理講挨咗，而係因為你讓佢喺心入邊睇見咗你。而呢一刻刻點出咗好多台灣人喺溝通上最常卡住嘅地方。我哋太唔擅長把感受講清楚，卻又常常用一種讓人好難理解嘅方式去表達自己，然後喺心裏默默覺得你應該要懂我。我哋從小學到嘅往往唔係如何喺當下把自己嘅感受講明白，而係如何把話吞翻去。唔好太直接，唔好掃興，唔好破壞氣氛，唔好讓別人覺得你好難相處。於是我哋好早就練成一個技能，把唔舒服往肚子裏吞。呢個技能喺某啲場景睇起嚟好懂事，甚至會被稱讚你好成熟，你好會體諒。但佢其實有一個代價，情緒並唔會因為忍耐就消失，佢只係俾你暫時按喺心底，然後喺你冇注意嘅時候慢慢累積，累積到某一日忽然變成一個你自己都控制不住嘅爆點。你會發現好多人最後會走向兩個極端，第一種係四處抱怨，近朋友講，近同事講，近家人講，講得頭頭是道，仿佛自己已經將事情處理得好清楚啦，可係唯獨唔跟真正有關係嗰個人說。第二種係繼續忍，平常都話冇事啦，還好，唔用啦，但係一開口就只剩生氣、冷淡、指責，只係把多年累積嘅委屈一次倒出嚟。更麻煩嘅係，我哋仲可能誤以為咁就係喺溝通，因為我哋確實將話說咗，將不滿丟出去啦，甚至將對方嘅問題點得一清二楚。但喺嗰個瞬間，對方理解到嘅往往唔係你嘅難過與失落，而係你在怪我，你在否定我，你要我立刻改。於是對方本能地防衛、反擊、辯解，兩個人越講越遠，最後不但問題冇解決，關係亦都被磨損得更嚴重。其實呢個就好似嗰位盲人，佢原本寫嘅話冇錯，佢確實睇唔見，亦都確實需要幫助，可係嗰句話冇讓路人走進佢嘅處境。路人讀到嘅係一個請求，一個任務，甚至可能係一種壓力。你睇到我啦，你就應該要幫我。人一旦感受到壓力，反射動作就係閃躲，尤其喺忙碌嘅街頭，大家早就被各種要求轟炸，要你填問卷，要你捐款，要你買嘢，要你停落嚟聽我講兩句。你嘅需求係真啊，但佢被放喺要求嘅框架裏邊，對方好難停落嚟感受。同樣嘅道理，當我哋喺關係裏面只用生氣、冷戰、指責嚟表達自己嘅時候，對方睇到嘅只係情緒嘅洪水，而唔係你內心正在經歷嘅難過、委屈、害怕與失落。好多人喺親密關係裏面最常見嘅痛點就係我其實想靠近你，但我表達出嚟嘅方式卻把你推得更遠。你想要被在乎，但你話出口嘅變成你都唔在乎我。你想要被陪伴，但你話出口嘅變成你為點解又要出去。你想要被理解，但你話出口嘅變成你根本唔懂。呢啲話也許都指向同一個核心需求，可是聽在對方耳裏卻似一把把刀，讓佢先忙住止血，邊有餘裕去睇見你真正嘅脆弱。我舉一個常見到不能再常見嘅例子，一對情侶，
男方 A 先生平日上工好攰，壓力大，工時長，到咗假日只想放鬆，所以常常同朋友出去傾偈、飲酒、打球，或係乾脆打電動打到天亮。女方 B 小姐一開始冇講乜嘢，甚至會體諒佢辛苦啦，你去放鬆冇關係。可係時間一久，佢心裏邊嘅委屈慢慢堆起嚟，佢可能想念兩個人一齊食早餐嘅節奏，想念可以隨口聊巧近況嘅片刻，想念對方把自己放喺優先順序前面，而唔係永遠排咗朋友、活動、聚會之後。可佢又唔想當管好多嘅女友，唔想被貼上黏人、愛計較嘅標籤，所以佢選擇唔說，或係用旁敲側擊嘅方式，比如語氣淡淡咁講，你又要出去哦，或係故作輕鬆咁講，你朋友真係好多誒，甚至笑住話，你乾脆同你朋友交往好啦。佢以為呢叫幽默，或以為對方會自己懂，但對方可能只聽成開玩笑，甚至覺得你係酸佢。於是某一日， B 小姐累積到一個臨界點，終於忍唔住啦。佢帶住長期壓抑後嘅火氣，丟出一句，你點解一直跟朋友出去？ A 先生聽到呢句說話，心裏第一時間冒出嚟嘅，往往唔係佢係咪好寂寞，而係我做錯什乜嘢啦咩？我平日咁攰，假日仲唔能夠放鬆咩？你係咪喺度限制我？佢瞬間進入防衛狀態，接住反擊，我都上返咁辛苦啦，我同朋友出去一下亦都唔掂咩？你點咁愛管啊？兩個人就開始嘈，越吵越覺得對方不可理喻。可事實上 B 小姐嗰句你為點解一直跟朋友出去，真正想表達嘅話係只係我希望你可以多一啲時間陪我，我其實好想你，我需要被你放喺心上。只係佢話出口嘅形式，讓 A 先生聽到嘅唔係我想你，而係你唔應該咁樣，你做得唔夠好。所以佢點可能唔防衛？你睇起嚟喺度講事情，實際上你哋係喺兩個唔同嘅頻道對話。一個人喺度講需求與感受，卻用指責包裝；另一個人喺回應指責與壓力，卻完全冇聽見底下嘅渴望。結果就係各自越說越委屈，各自越說越覺得你根本不在乎。呢種錯位溝通之所以特別容易發生，往往唔係因為邊個比較唔愛誰，而係因為我哋從頭到尾都冇俾對方一個理解你嘅入口。好多衝突睇似係在嘈某件事，邊個又挽回信息，邊個又忘記紀念日，邊個又冇做家事，邊個又跟邊個出去，邊個又講話太直接。但係其實底下真正拉扯嘅，成日係我想被睇見，我想被重視，我想俾你放喺心裏。只係我哋太怕脆弱，太怕咗我需要講出口會顯得自己好弱、好黏、好丟臉，於是選擇用更有力量、更似攻擊嘅方式嚟表達。因為攻擊至少睇起嚟不咁脆弱，可係當你用攻擊去包裝脆弱，你就等於將對方推到角落，逼佢攞起盾牌。你以為自己喺靠近，其實係喺度逼退對方。更矛盾嘅係，一旦對方退咗，你又更確定，你睇啦，你就係唔在乎，於是你更生氣、更失望，惡性循環就咁樣成立。咁有人會問，可以就算我表達感受，對方唔聽點算？或者我唔想將場面弄到太難睇，關係變得好尷尬點算？呢啲顧慮好真實，因為我哋長期習慣嘅唔係點樣將心裏嘅感受講清楚，而係點樣維持表面和諧。所以一諗到要開口，腦中浮現嘅畫面常常係吵交、冷場，對方不耐煩，自己被嫌麻煩，甚至關係變僵。於是我哋乾脆選擇唔講，或選擇用暗示。因為暗示嘅好處係，如果對方冇接到，你仲可以假裝自己冇咁在意，至少唔會顯得自己好需要。可係你唔講嘅代價亦都好高，對方好多時候真係唔知道自己邊度做錯咗，或根本唔知道你在意嘅係乜嘢。你覺得自己已經暗示得好明顯啦，對方卻可能完全冇接到。你覺得你已經忍好耐啦，對方卻以為一切都好好。你覺得你都快爆炸啦，對方卻只睇到你突然情緒失控，然後反過嚟質疑你點樣咁情緒化？關係真正變糟嘅，往往唔係你表達感受呢件事本身，而係你用太情緒化、太指責、太急住要對方立刻改嘅方式去表達。換句話說，真正會毀掉關係嘅，不是誠實，而係誠實裏夾帶嘅攻擊。不是你有需求，而係你把需求講得似審判。所以問題不在於要唔要講，而在於點樣講，先至講得進對方心裏面。呢個亦都係嗰支影片最動人嘅地方。各位女人冇去批評路人冷漠，冇喺紙板上寫你哋點樣咁冇愛心，亦都冇寫你哋欠我乜嘢，
佢只係換咗一種講法，把同一個事實放進一個能觸動人嘅框架入面。今日係個美麗嘅一日，可惜我睇唔到。佢冇要求，冇命令，冇施壓，佢只係分享佢嘅處境。路人因此被邀請進入嗰個世界，佢哋突然意識到自己眼前嘅陽光、樹影、天空、顏色，對嗰個人嚟講係永遠睇唔到嘅。於是硬幣投下去嘅唔止係錢，而係一種被喚起嘅同理心。你會發現，有效嘅溝通唔係把對方逼到牆角，而係把一扇門打開，讓對方願意走入嚟。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，唔好從對方做錯咗乜嘢開始講，而要從你正在經歷乜嘢開始講。因為一旦你開口就係你都點樣，你每次都點樣，你就係唔點樣，對方嘅腦袋好難不自動啟動防衛系統，佢會忙住揾理由，忙住反駁，忙住證明自己冇咁糟，根本冇空間理解你。相反地，如果你先將焦點放喺自己嘅內在經驗，你其實係喺度將對方從被告嘅位置拉返同一陣線。你唔係要審判佢，你係要讓佢知道你發生咗乜嘢。嗰種語氣上嘅差異非常微妙，但影響巨大。你唔係話你都唔陪我，你係話我最近有啲孤單，我想同你靠近一啲。你唔係話你好自私，你係話當你臨時取消時，我心裏其實好失落。你唔係話你都唔回信息，你係話等信息嘅時候我會焦慮，我會擔心係咪我做錯乜嘢。同樣係陳述事實，前者讓對方覺得被指控，後者讓對方有機會理解你嘅狀態。當對方理解咗，佢先至可能願意一齊想辦法。當對方只感受到指控，佢只會想逃。如果把一個比較有效嘅表達方式濃縮成一個順序，佢大概會長得似咁樣：先講你觀察到嘅事實，再講你因此產生嘅感受，最後先至講你真正嘅需求或期待。重點喺於觀察而唔係評價，感受而唔係指責，需求而唔係命令。用啱啱嘅例子嚟講，唔係先掉一句你都唔陪我，因為嗰其實係評價，亦都係結論。對方一定會回你：邊有？我明明有。你可以先講觀察。呢個月嘅幾個假日，你大部分時間都勤朋友出門。你睇呢句說話比較似喺描述現象，對方唔需要立刻反駁人格。接住你話感受，我其實有啲失落，亦都有啲孤單，因為我好期待我哋能夠有一啲只屬於我哋嘅時間。感受係你內在嘅體驗，冇人能夠否認你唔應該咁樣感覺，對方亦比較容易放下武器。最後你先至話需求，我希望我哋可以一齊討論睇下，下個月能唔能夠留出幾個假日嘅時段俾彼此，哪怕只係半日亦好。你唔係命令佢，你唔准出去，而係邀請佢一齊協商我哋點樣安排。你會發現語氣一變，對方嘅反應通常就會差好多。當然咁講唔保證對方一定照你期待嘅方式改，因為改變需要時間，亦都需要對方嘅意願。但係至少你已經清楚咁將你嘅世界呈現俾佢啦，你俾咗佢理解你嘅入口，亦俾咗你哋一齊解決問題嘅可能性。好多人之所以唔敢咁樣講，係因為太急住想要一個好嘅結果，希望對方立刻醒、立刻改、立刻補償、立刻道歉。可係一旦你把表達同埋對方嘅反應綁喺一齊，你就會喺仲未開始溝通之前，俾自己嘅恐懼困住。如果佢唔改，點算？如果佢覺得我好煩，點算？如果佢回我一句你想太多，點算？於是你要嘛？唔講要嘛？一開口就帶住強烈嘅情緒，好似喺度逼對方交出答案。可是溝通其實更似係喺鋪路，而唔係喺度結算。你先把路鋪出嚟，讓對方知道你要去邊度，你點解要去嗰度，你而家腳下踩嘅係乜嘢感覺，然後你哋先有機會一齊走。你太急住要終點，就容易喺起點就爆炸。更務實一啲講，溝通真正能掌控嘅只有兩件事：你能唔能夠把自己講清楚，你能唔能夠用對方聽得入去嘅方式講。至於對方聽完後要唔要改、點改、幾時改，部分取決於佢，但係你至少能夠讓自己唔再卡喺我明明好委屈卻講唔出口，或我講咗但越話越糟嘅循環裏。而且當你開始練習用說事實、說感受、說需求嘅順序，你會慢慢發現一個好大嘅變化。你唔再需要靠爆炸先至能夠被睇見。好多人過去之所以只能用鬧交、冷戰、翻舊賬嚟到讓對方注意，係因為佢哋平常嘅表達太模糊、太隱晦，對方自然接唔到。等到接到了，往往已經係火山爆發。可如果你能夠喺情緒仲在、
可以話嘅階段就話出嚟。你其實係喺度保護關係，亦係喺度保護自己。你唔係忍到最後一次清算，而係將每一次少少嘅唔舒服都當成提醒，提醒你自己在乎乜嘢，需要乜嘢，亦都提醒對方你哋嘅關係需要被照顧。久而久之，你會更信任自己。我可以好好講，我唔需要用傷人嘅方式先至能夠被聽見。你亦都會讓對方更信任你。你唔係一個忽冷忽熱突然爆炸嘅人，你係一個願意把自己講清楚，亦願意一齊想辦法嘅人。當然，呢度仲有一個常被忽略嘅細節。好多人以為表達感受就係把情緒直接掉出去，但係情緒本身其實好粗糙，佢似一個警報器，話俾你知有事啦，卻不一定話俾你到底係邊度出咗事。比如你話你嬲氣，可嬲氣底下可能係害怕被忽略；你話你厭煩，可厭煩底下可能係長期過度付出；你話你冇所謂，可冇所謂底下可能係失望到不敢期待。真正能被理解嘅，往往唔係嗰個表層情緒，而係底下更真實、更脆弱嘅感受。你若只丟出我好嬲氣，對方可能只會睇到你嘅火；你若能多講一步，我好嬲氣，因為我其實好在乎你，但係我覺得自己被放喺好後面，對方先至會睇見你嘅在乎。好多人唔敢講在乎，係因為在乎一旦被否定就好痛，所以寧可先用兜氣將自己包起嚟。可係你越唔講在乎，對方越唔知道你其實好珍惜；對方越唔知道，你越覺得佢唔珍惜；你越覺得佢唔珍惜，你越用生氣保護自己。呢個就係好多關係裏邊最可惜嘅地方。兩個人其實都好在乎，但係彼此睇見嘅卻係對方嘅刺。所以講到底，呢整件事唔係喺度教我哋變得更會講話，變得更圓滑，而係喺度問你有冇俾過對方一個理解你嘅機會？你有冇願意將自己嘅世界打開一條縫，讓對方睇見你唔係喺度挑剔，唔係喺度揾出，唔係喺度管控，而係喺渴望連結，渴望被放喺心上，渴望被溫柔地對待。各位女人冇讓盲人睇起嚟更可憐，佢只係讓路人更睇得見盲人嘅處境。同樣地，有效嘅溝通亦都唔係讓你睇起嚟更弱，而係讓你嘅感受更清楚，更可理解。你唔需要用指責去證明你受傷，你只需要用真實去讓對方明白你受傷。當你能夠做到呢一步，你會發現好多關係其實唔係冇解，亦都唔係注定要靠忍耐維持，而係缺少咗一句能夠讓對方走進你世界嘅話。嗰句話可能好簡單，就好似今日係個美麗嘅一日，可惜我睇唔到咁樣。佢唔大聲，唔激烈，唔帶攻擊，卻足以讓人停下腳步，願意靠近。願我哋都能夠慢慢學會呢一種靠近，不靠吵鬧，不靠冷戰，不靠翻舊賬，而係靠清楚，靠誠實，靠讓彼此理解嘅勇氣。多謝你願意讀到呢度，願你喺下一次想話卻不敢話，想被懂卻講問清楚嘅時候，能夠先問自己一句：我而家真正嘅感受係乜嘢？我想被理解嘅到底係乜嘢？然後試着用溫柔但清晰嘅方式把嗰個答案講出嚟。